这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了后，昨伫白宫发表演说，伊学了副总统贺锦丽是真优秀的领导人哦。拜登是无说明讲伊退选的原因，也毋过伊强调讲，伫任期内会继续来处理加沙停战，佮有趁机暴力等议题。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剩3个月，民主党现任总统拜登确定要交予伊的副手贺锦丽来选，并且伫咧24暗踮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发表确诊以来第一场全国演讲。拜登一开始先讲，有这个荣幸会当做总统，伊尊敬这个办公室，因过伊更加爱家己的国家，而即嘛捍卫危险的民主比任何职务更加重要。So I've decided the best way forward is to pass the torch to a new generation. That's the best way to unite our nation. 拜登说落来用正平静的语气讲到美国的未来，讲到伊个人执政时期所达成的目标，讲伊为国家服务了50多年，也讲说落来6个月会继续履行总统的职务，专心处理气候变迁加趁机暴力等问题，并且继续为停战努力。And I'm going to keep working to end the war in Gaza, bring home all the hostages, and bring peace and security to the Middle East and end this war. 拜登也学到伊的副手贺锦丽是有能力的领导人，伊强调伊家己已经做选择，说落来就是美国人家己来做决定，捍卫美国的民主。I'd like to thank our great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She's experienced, she's tough, she's capable. She's been an incredible partner to me and a leader for our country. 外国媒体评论是指出，这场差不多10分钟的演讲，拜登并无亲自说明是什么原因，可以决定在选前3个月退出选举。也拿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是伫社群媒体发文，批评干搅的拜登伫椭圆形办公室的演讲，让人无法度理解，实在是真害。公司新闻牛眼编辑。